谁发烧？算一个。我要算。西厨馆、寿司厂、卖菜讲肉上公帮，多做下做料理，好为用办味道重。今日生人下来做厨，我去请面线来做好食嘅料理。今日嘅西厨馆系套2年生嘅叶飞山，佢啊同學講話，未好冇問題。身體雖然像細牙嗰樣誒，不過啊做料理嘅時間係非常認真嘅哦。本子的話就是裡面有寫一些要跟老闆說的話。你忘了帶你的糧食。哦，對哦，餅乾、點心，好棒。會帶一些東西讓他們吃，而且是平常不給他們吃的東西，才會在這時候特別讓他帶。這像郊遊一樣。對對對，沒錯。今本日啊，叫我老頭5年生嘅鄭百生，鄉下去買料理愛用嘅材料，對心中豐年貴少來嘅百生啊，看起來懂雜。不過，你啊唔係因為佢懂晒，係佢平常時同學運通來嘅。故說啊，根本要愛處理嘅事情，就全部交本佢咯。哇，這也太多了吧！等於有805元。飛山野豬已經愛出發咯，佢啱愛做生人客有啲耐味呢。兩個等一下嘅小朋友，係感情濃厚嘅萬兒老明兒。頭4年生嘅兩三人啊，對出發買菜之前，佢聽愛先老學教變數好，細年紀啊，是當有記憶麼？做面線，就是把面線放進水裡面就好了。然後這樣給它甩一甩之後就，又不是那樣甩，是這樣甩。不過我對面線一竅不通就對了，因為沒有做過。這個就是這個啊，給你看。就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小作業。我們這次要做的面線是什麼？是蛤蜊絲瓜炒面線。然後我們就想說，還有那個食材要多少錢？我們自己預估看看。結果他蛤蜊給我預估是75元，20粒，要看大小。謝謝。哦，好重，好重！你來試。真的很重哎！哇塞，500、700、750，我覺得根本就是隨便亂給。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100， 700加。哦，你會不會算數啊？意思我這個應該夠了，夠很多。飛山老百姓嘅第一站啊，係土上嘅太廟市場。雖然平常都有老武行人鄉下上市場買菜，不過禮拜只有2個小朋友愛自家來完成哦。行甲飛山因為實在，故所啊，幾多菜市場就夾到摘菜攤來尋看那食材咯。老闆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們是要做那個煎面線，然後上面要加一些料。對。好，可以。那這個是什麼？那是蔬菜的。那這個是什麼？你吃看看，這個很好吃哦。對。這個很好吃。對啊，這個是有這種泰式的口味。酸酸的。那你覺得要買原味的？你要幾個？我們是做幾人份？4人份。4個人3個就夠了。就把它切丁啊。哦，好，謝謝。OK。40塊。老闆你好，我們要買蒜頭。蒜頭有，來，1包50嗎？對，這是雲林的蒜頭，很香哦。雲林的。雲林的蒜頭，就是有一些蒜頭不是外面看起來很好嘛，但是裡面有一些會壞掉的那一種。那要怎麼看才知道裡面有沒有壞掉？它的重量啊，就是拿起來它的那個重量，它這個蒜頭啊，它就很實心，就很亮。飛山老百姓已經愛老自家愛用嘅豆腐乾、蒜頭米、切青塔，全部都買齊咧。就連市場啊都難尋到嘅手工麵線，咩好彩尋到咧。佢呀下，咱愛做嘅萬兒老明兒，愛到沙丁來做麵線咯。
这个是脚靠上去，手拉着袋子，然后就是踩，像走路一样。我们要体验看看吗？好啊。就在上面。别的感觉。就在上面跟走路一样。不要陷进去啊！不会啦。踩的时候我们就要均匀的，然后有规律的转圈圈。转圈，让它起来比较平均。快一点啊！快一点会累，这个。对啊，会累呢。对。这个面粉有美白的效果。对。这里快不？你看它跑出来了。我们踩啊，踩一踩它就会变比较均匀。哇！拿起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太白粉。哇，好像糕饼哦。像布丁。如果下面再加一层焦糖的话，就真的变布丁。不会吧？这个板子把它盖上去哦。好，这个就上去，就均匀按，也是转圈圈。当然没吧。好，那小朋友让你们试试看。就是你要上来才够重啊。来走。你们可能要让你们的力量啊，比较有规律的。哎，过去啦！哦，就是要有默契。不要转太快会晕哦。已经晕了。已经晕了。哎呀，为了让啥较认真钓的好无，让面团迄动葱油的一铺，爱留空气扔出来，面线将有延展性，做得棒都悠长。沙丁啊，还爱搁裹一层油，留水分锁起来，面线就唔会团铁咯。我们现在要用的是8字形烙面，这个手就这样接过来放上去，接过来放上去。就很像在这样。像不像在跳？对，像要推到里面去。好 ，OK， 那我把它拿上去喽。好。来，就交给你们喽。根本就不是哎，是穿看起来不像啊。好，你好厉害哦。对，那你右手嘞？右手要去接。对，右手负责右边，左手负责左边，不要拉太紧哦。9、10，好的，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换你。这样吗？对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再这样。啊，对。你等一下会越来越顺，我跟你讲。看起来越来越顺势咯，记得听错，我也用米红摸嘅粉，面线则唔免严强下，撒下来啊，就夹准备一下，葱油嘅一铺就爱松葱咯。1、2、3，然后放松。1、2、3，拿，放松。对，拿。帅了。好了。来，好。好重，有一点重。然后爬完之后要拉，然后抖的时候，好像在报仇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好玩，超好玩的。绑面线系动葱油嘅关键，两三人向下合作，同时绑葱，各变松，把面线挺嘅发，系讲啊，绑到踢出力，就当外团枪咧，按样啊，所有嘅功夫就拍了咧。叔叔好。费山老百姓今晡日来到土上嘅有机菜园，我来体验啲太极条下，行我辛苦做些嘅农人生活。家带好立马捞菜篮，甜肥哥，向下到菜园度清波咯。辣椒在哪？这个就是辣椒，辣椒是绿色的。绿色的，对，熟成然后再转红，这种辣椒会很辣吗不？会微辣。但这个没有成熟的时候不会很辣，但是它转红之后就很辣了。很辣，这样剥开可以直接吃。感觉有点像青椒。对，好吃啊、好吃。就红的，就很辣。
我先看你吃好了。那比刚刚辣一点。有。哇！我超辣，超辣的啊！变态，我吃一点点，你吃一小口而已啊。然后刚把剩下全部吃下去，超辣。体验到辣椒的个味道，沙丁啊，我来捞葱的放太少咯。不过啊，伊条凉沙爱温油调的啊，葱的迄种菜肉嘅，单单意识太哩，葱的就会团呛呛的，嘅是做得留下来打工工种咯。丝瓜最好是挑颜色比较绿一点的，对，因为浅绿的表示它已经出来很久了，尽量不要挑太大个，太大的表示比较老一点。那这个所以像海现在手上拿着这样子，那还有没有？确定了，确定了，哇，那你的丝瓜就找到了。然后蛤蜊不红贵哦，要看20。为什么有些比较黑？哦，你会发现它比较黑，对不对？蛤蜊如果一出来哦，随着时间越来越久，碰到阳光啊、空气啊，它就越来越浅色。所以你发觉它比较黑，其实就是表示它还没有接触空气跟外面的环境太久，所以反而是很新鲜的哦。潮湿行的一天，饭宜老命宜数叫当家，接下来啊，家家去结识咯。看伊行二条根本去买嘅菜，算起来要几多钱呢？你们为什么要先算钱？因为怕不够，可是我不知道新葱多少。对啊，怕会放啊太多就不能买东西了。走，好，结上去。请问需要购物袋吗？不要，我们自己有。那今天总共是689元。689元，不够啊！不够钱怎么办？不够钱。怎么办？不够钱怎么办？算一下，杀价。杀价。好，那你差多少钱呢？差9块。好彩啊，有熱心嘅店員聽數，希望提擺嘅買菜應付就差一些食材咧，有幾嘅搶菜，家私都會高調嘅，因為了條食材是係有講中人嘅心血咯。这段画面不要播出来，我求你们。 58哦，27，蒜头奖励多少？哎，可是我好像是少上40块。你到底是怎样？你不要再跟我说了。 594，还有上次694，对，649。等一下，我来一定要算清楚。可是蛤蜊称了，好酷的。为什么蛤蜊要这么贵？你算数可以再烂一点。加8，加120，629跟他还算的不一样。你要还是不是？我给你看那个。什么？发票给我，算进去。不要，我要算。哎呀，算是算错嚟冇相關嘅，重要嘅係萬宜老命宜係動有金錢觀念嘅哦。挑地啲嘅事之前，我先確定有帶牙錢冇，呀哈東西都買齊咧，就家家來準備做菜咯。今晡日來聽書嘅侯師傅，我教人做嘅係挑乾煎熟面黃，撈鹹嘅菜瓜炒面線。 这个为什么要水那么多呢？面线冻夯，面线呢很咸，所以说要用水多一点，顺便洗它一下，像洗澡啊。就是把它的盐分去掉一些。厉害！好，来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它已经浮起来了。你要不要用筷子的？哎，对，你好聪明哦，很强啊！好，再来要打蛋。
把它可以用敲进去。那个碗先看一下，就是先把蛋敲进来，然后看一下那个蛋是不是好的。你很厉害呀！通過嘅面線啊，手唔會硬鹹嘅，姑嫂啊，還會加掉嘅泡芙椒粉、老鹽，增加掉嘅鹹香嘅面絲。記得啊，還會標香油哦，按用面線啊，就唔會硬窮下。來，雙魚開始來做哦。好，我教你吼，你等下會三音來切，哦，會三音來拋好，蠻開始之前你要加掉水，然後蒜頭米，這個頭把它去除掉，就比較好拔。好可憐的絲瓜哦！這個播出去，你媽一定會揍你。他很委屈，這條絲瓜真的很委屈。我不會爬。好，來汆燙這個麵線。好，來滾水，把它放進去。你會發現這個麵線，手工麵線呢，它比較不一樣，做起來它又長，然後再來不容易斷。好，所以說這個很耐煮，而且呢，它 Q 度比較夠。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跟我一樣照切。叫1開2再開4，你拿刀的方法呢不錯，再開2，等一下，這樣是不是比較安全？啊，來，哎，你人是歪的，是不是？來，你要再切片，它這個啊很容易就煮軟，如果你切太薄，你的口感就不好。兩組洗廚館嘅面線都已經通過，準備好食咯。唔過啊，飛山呢組還有一啲啲嘅小功夫，要等等靠啱二到2-3年。來，你把它塑形。面線啊，要煎到又漿又柴，出題啲煎嘅過程，要緊緊本佢執撥，還要記得調看一下那外面嘅色，按樣啊，咁做得煎出漿漿嘅面線哦。漂亮。煎好嘅面線夾夾放到盤內度，撒下來啊，飛山要開始撈豆腐乾、仔雞肉、麵條，都切咗一塊一塊，差唔多太細嘅哦。那你這裡呢，慢慢的切。那我現在過去雙魚那邊來看一下。好。你現在這樣切什麼？薑塊嗎？因為絲瓜它很快就軟，那很快就軟呢。如果你薑啊切成這麼大塊，它可能很辣。切太大塊，切小塊一點。你好像很會做菜的樣子，你一隻腳不要切這麼大塊。因為你切很小塊。嗯，很好，給你表現一下。你家是賣油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接下來呢？把它加下去炒。你猜看看要加什麼？加這個。對。同學，你拿這個菜刀來是沒辦法炒的，你該拿什麼呢？殼啊。你也會受不了，是不是？他忍你很久了，我告訴你。接下來呢？我不知道。這個。好。那你幫他蛤蜊呢，把它水倒掉。這個蛤蜊啊，買回來要放什麼東西？要放在鹽水裡面呢？答對了，因為它的家是淡水還是鹹水？鹹水在海裡，對不對？對。那像這樣炒，好，可以了，好不好玩？我覺得你玩已經玩起來了，對不對？我也忍你很久，高湯已經好了，加，全部倒下去。我不要炒，這我先。你現在已經加進去，你還炒什麼？對啊。你也很搞笑哎！現在滾開來的時候，把這個蛤蜊啊，含呢不用落去，冚蓋啊，火灌下水掉啊。看過完全唔曉煮食嘅玩意撈麵意，撒下來啊，會看一下百姓炒菜嘅功力。呢出菜因為有豆腐乾撈仔雞肉，故所啊，呢兩樣食材要先煸落鑊，將撈豆腐乾嘅香味炒出來。未利用小小嘅鍋嘅，拌豆腐乾撈仔雞肉，食起來啊有脆脆嘅口感。那蒜頭的味道漸漸的出來，我們的四季豆你也可以把它加進去了。
今天呢是配合惠山哦，他不吃肉，那回家呢放什么呢？猪脚肉或者是放海鲜呐、都没有关系。加，再来，好 ，OK。你现在就要调味了，酱油拿汤匙吧，这样才能看它大概多少。对。哇，非常罕见哦！罕地要用汤匙来控制调味料的比例。其實啊，除咗調油，還要記得加拍胡椒粉、撈香油，咁樣嘅啊，食起來嘅味絲就唔會刮辣辣哦。那我們現在呢，來打開鍋蓋來看它，偷瞄它一下。好，來試一下味道。好甜哦，有点咸咸。你们是谁发烧？你有点发烧，到底是咸还是咸？那我决定，我来做一下。我觉得不会太咸。你有发烧？哪来的甜啊？不甜，是咸。最后，惠山呢，我们九层塔放个2根下去，点一点点的香油，亮亮的。OK， 那好香哦，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至少你不是煮泡面而已啊，你至少会做这一道了吧？你喜欢吃哪一个？那个。你喜欢吃哪一个？应该这个。你呢？我们这个。为什么这个还有吃？好，那你们喜欢吃这个，我们就先吃这个了。好吃，对不对？其实不会辣。不会辣。不会，好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吃一下我们的丝瓜，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吃，不过会不会太咸？有点咸。你的咸到底来自哪里呢？面线在做的时候吧。对，手工面线还是会咸，觉得他们比较好吃。比较好吃哦。你在吃你自己的，是不是？吃你自己的吞不下去啊？他们的比较好吃，够味。你的更够味。又長又幼嘅面線係傳統客家人做生意挺錯愛食嘅。之外啊，食嚟面線就像本地祖父嘅從面白色共用，洗出乾自家親身做，啲幼幼重重嘅面線肚，主題天天咧潛出料理嘅結，未做得啲一口又一口嘅面線肚，體會到大眾食材都愛按多用到嘅耐心，爭做得有好味絲嘅成果。我想要吃蛤蜊啊！哎，留一个给我。我觉得蛤蜊呢有作怪，很咸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咸。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我的伙伴是男生，觉得他还蛮被动，他常常都在旁边不讲话。我个人觉得说双面黄啊，他已经做到有85分。大鱼好不好玩？好玩啊！下次还会再来。一定会的啊。那回去要不要做给妈妈吃？哦，我记不起来。